老公出来了，那我们就先走了啊。好的，拜拜，拜拜。我老公也来了，先走了。不会太晚哟。我会等他的。好的，好的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好嘞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再见，小杨姐。再见。各位，我送肖院士，我先走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老公也出来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我老公出来了，那我们就先走了啊。好的，拜拜，拜拜。我老公也来了，先走了，再见。就剩咱俩了。哎，小胡，这里。哎，你媳妇儿辛苦了，不辛苦，早点休息。走了。没事。快来！你在等我？不在等你，在等谁呀？我家于途呢？怎么还没出来？他跟我一起走的，好像被人叫住说话了，应该快出来了。那我们陪你一起等他走吧。别，你们可别耽误我跟于走的二人世界啊！哎，小胡，我听于途说你的道歉信已经写了好几稿了，到底写完没有啊？不用道歉的，谁都没有错。你让我再想想，咱们回去说。好。好像看到我家于途了，你们俩快先走吧，别当电灯泡了，快！